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10月2號嘅閱讀天下節目，我係龔小夏。美國政府閂門就進入第2日啦，聯邦政府咧有75萬個僱員咧就俾臨時下崗啊。以前啲做法就係喺國會通過新嘅預算之後咧，呢啲僱員咧就會俾招翻去嘅工資又要補發，所以等於放下假啦。咁以前啲人就唔驚噶。不過而家今次呢個 Trump 嘅團隊啊，係抱住要削減政府嘅目的去上任啊。今次就俾咗佢哋一個機會啦。喺國會冇撥款嘅情況下呢，按照法律啊，政府可以係幾乎唔受約束咁去解僱啲人員。咁白宮管理同預算辦公室嘅主任 Rasvat 琴日就警告話啦，佢未來嘅1-2日之內咧會開始裁員，即係話今日啦、聽日啦嚇。咁前2日佢都透露過，佢話裁員個幅度啊可能達到30萬人。我哋先睇一篇Newsmax 嘅簡單嘅報導。美國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主任拉塞爾沃特 Russell Vought 喺星期三同共和黨人講，川普政府將會喺未來1至2日內開始解僱聯邦僱員。多間媒體有報道，沃特喺同眾議院共和黨人嘅談話中作出呢個表態，就喺參議院喺24小時內第2次否決一項臨時撥款議案之後，參議院要推動任何撥款法案最少要有60票，即係共和黨需要最少8名民主黨人加入多數陣營。因為嚟自肯塔基州嘅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已經連續2次投票反對呢個議案。據 Axios 引述通話消息人士報道，沃特表示佢會喺接落嚟嘅1星期內評估政府喺憲法允許嘅範圍內可以點樣縮減聯邦勞動力。佢仲講呢啲裁員會係有重大影響。上星期 OMB 主任發出咗一份備忘錄，威脅如果發生政府停擺，就會進行大規模裁員。佢指示各機構向所有唔符合總統優先事項嘅項目僱員發出裁員通知。據 Axios 報道，沃特星期三仲宣布，將會凍結180億美元用於紐約市基建項目嘅聯邦資金，以及川普總統所講嘅綠色新騙局資金入面嘅120億美元。呢啲資金涉及10幾個南州。副總統曼斯 J.D. Vance 星期三喺白宮簡報室同記者講，如果政府唔重開，裁員好快就會開始。呢場簡報會喺 Newsmax 同埋佢嘅免費 Newsmax 2網上平台直播。曼斯講，如果停擺繼續落去，我哋就要裁咗啲人。我哋唔係鍾意咁做，我哋都唔係一定想咁做。但我哋要確保美國人民嘅基本服務可以繼續運行。對於外界話裁員會針對傾向民主黨嘅僱員，曼斯否認咗。佢講，我哋唔係按政治去針對聯邦機構，我哋針對嘅係人民嘅政府，確保盡可能多嘅基本服務可以繼續運作。呢個就係總統提出嘅問題。成個政府根本上運作良好。沃特嘅備忘錄冇講有幾多僱員可能會失去工作。據 NBC 新聞報道，喺同眾議院共和黨人嘅通話中，沃特警告，如果政府唔重開，婦女、嬰兒同兒童營養補助計劃 WIC 喺下星期就會冇晒錢。全國 WIC 協會證實咗呢個時間表，話資金可能會喺1至2星期內用盡。據 NBC 新聞報道，通話中仲有其他議題，包括軍人工資，呢啲會同其他聯邦僱員工資一齊喺停擺期間暫停發放，以及國家公園會保持部分開放。呢個預算局長 Rasvat 啊，對於民主黨人同埋聯邦僱員，即係聯邦僱員中80%都係民主黨啦，佢真係個災星嚟噶。佢係喬治城大學法律畢業嘅，法學院畢業嘅。佢咧就即係喺參議院中啊，就做過一個議員，
叫 Phil Gramm 嘅助理。呢個 Phil Gramm 咧，我真係聽過好多次佢講話咧，見過好多次，咁真係好有意思啊！佢好強硬咁主張要削減政府。嗰時佢想選總統同 Bob Dole 嗰時咧，96年啦。咁佢一向嘅嗰個講法就係一定要削減政府，政府唔開門，一啲問題都冇，政府可以即管刪咗，而且刪咗之後咧，大部分刪之後仲更加有效率。咁當時Russ Fung 係佢個助理嚟嘅。我成日喺華盛頓成日聽啲人講話，喂，你唔好睇啲僆仔僆妹啊，21、2歲喺度同啲議員做助理，攞好少錢，甚至唔攞錢。佢話以後呢啲人啲諗法啊，可能真係會改變國家㗎。咁其中有一個啦，我記得就嗱呢個消息來源可以講係班農啊。班農嗰時話咧，佢話最早嗰時就呢個阿拉巴馬嘅參議員。Jeff Sessions 後尾做咗司法部長嘛。Jeff Sessions 帶咗一個僆仔21歲走去佢屋企，就大家傾係點樣去改變美國。咁啊佢做筆記嘅咋，咁佢傾嘅講起身，佢話佢話而家大問題係咁多移民，非法移民。佢話如果唔係將呢個移民潮阻住落嚟咧，我哋啲人，我哋啲工人啊，我哋啲黑人啊，少數族裔啊，我哋啲藍領工人就冇晒工作啦，一定要做呢條。所以佢嗰時21歲喎，咁佢而家係邊個咧？佢而家係白宮嘅副幕僚長，佢就係負責去管理非法移民呢個事情啦。咁咧琴日啊，我睇電視笑到我咩咁，喺 Laura Ingraham 個電視度咧就猶他州嘅參議員 Mike Lee 就話咧，佢好搞笑啊！佢話咧呢個 Russ Fung 啊，就從青春期就開始夢想有大刀闊斧斬政府嗰一日啦。咁而家咧真係啱晒佢啊！所以我呢段視頻好短，我配咗一音，大家聽下就係有餐笑啊！但呢個就係佢哋正在做嘅事情，佢哋係故意咁做嘅，呢個會對佢哋造成傷害。因為 Russ Fung OMB 主任從青春期起就一直夢想住呢一刻，為呢一刻做準備。拉斯沃格特有一個計劃，呢個計劃將會成功賦予特朗普權力，並進一步賦予佢權力。呢個將係民主黨最可怕嘅噩夢。好嘅參議員係。笑還笑咯，喺今次政府嘅閂門中咧，副總統曼斯就好迅速成咗白宮嘅主要代言人，唔係阿 Trump，係副總統曼斯啊！喺琴日一日之內咧，佢電視訪談啊、白宮簡報室啊，咁啊真係打開電視就係副總統曼斯。咁佢喺講話中就梗係去攻擊民主黨，話佢哋去挾持政府啦。咁曼斯咧就白宮話即係阿 Trump 話啫，係而家係佢係 Trump 團隊嘅鬥犬啊！即係真係出嚟叫嗰個。佢話呢個時刻咧，咁仲有更嚴肅咁講下呢個時刻咧，佢係承擔，佢係前線指揮嚟㗎。咁所以如果今次共和黨可以成功咁打敗咗民主黨咧，曼斯佢作為 Trump 嘅政治接班人嘅地位咧，都會變得更加鞏固啦。我哋睇下 Real Clear Politics 駐白宮記者 Wegman 嘅報導。歷來政府停擺幾乎冇真正贏家，但曼斯可能例外。喺參議院民主黨人投票否決維持政府運作嘅臨時撥款案之後，短短24小時內，副總統迅速成為白宮反擊嘅代表人物。曼斯一早上 Fox and Friends 猛烈抨擊民主黨挾持政府。到咗上午，佢又喺 Ben Shapiro 數量上鼓動美嘅基本盤，仲預測民主黨嘅決心開始鬆動。下午，佢突然出現喺白宮簡報室，成為焦點。據知情人士透露，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邀請曼斯親自同記者見面。呢場停擺可能係川普第二任期首個重大危機。白宮覺得自己佔優，因為停擺唔係佢哋造成，加上佢哋仲有曼斯呢張黃牌。有熟悉策略嘅消息人士同 Real Clear Politics 講，副總統係政府入面公認嘅鬥犬，天生就係出色嘅傳聲人，保持住同前參議院同僚良好關係，並且歷經多次撥款之爭，俾曼斯幫川普總統將呢場仗打到底，完全合理。該人士補充講，
如果曼斯成功擔任政府呢場辯論嘅主力，將進一步鞏固外界對佢係川普門徒尾嘅接班人嘅期待。不過呢次嘅爭拗同以往嘅預算博弈有啲唔同，核心係政策分歧。民主黨要求延長奧巴馬醫保補貼，並恢復共和黨喺一個大而美嘅法案 One Big Beautiful Bill 中削減嘅醫療補助。川普聲稱民主黨以維持政府運作為條件，要求聯邦政府為非法移民提供醫保。民主黨反駁話共和黨講大話，因為非法移民冇資格領取聯邦醫療保險或醫療補助。共和黨就反擊，正因為佢哋喺 OBBB 中加設限制，先確保非公民唔可以領呢啲福利。佢哋話一旦補貼恢復，大量經拜登政府加息入境嘅非法移民就會重新獲得納稅人資助嘅醫療。參議院撥款委員會首席民主黨人華盛頓州參議員帕蒂穆雷反駁話，無證移民無論喺現行法律之下，定係民主黨嘅資金提案，都冇資格享受聯邦醫保。但如果共和黨繼續拒絕行動，數以百萬計嘅美國公民明年保費將會翻倍。爭論核心喺於邊啲人算合法居留喺美國。共和黨令合法居留移民失去奧巴馬醫保補貼，而民主黨而家想推翻呢個限制。曼斯直插呢片荊棘，佢喺接受福克斯訪問時講，民主黨聲稱佢哋唔係真係想俾非法移民醫療福利，但事實並唔係咁。佢舉咗兩項拜登時代措施，一係俾移民有資格享受緊急住院醫療，二係向數以百萬計獲加息移民提供奧巴馬醫保補貼。所以呢唔係我哋編出嚟嘅，也唔係口號，而係寫喺佢哋交俾我哋用嚟重開政府嘅法案文本入面。佢哋而家否認，實在荒謬。曼斯咁講，一般程序性嘅撥款爭拗通常唔會撼動選民，但川普卻將呢場政治戰拉入文化戰場。佢喺社交媒體上發佈咗一段 AI 生成嘅視頻，將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弗里斯 PS 成戴假鬍鬚墨西哥帽嘅樣。傑弗里斯譴責視頻種族主義，曼斯則一笑置之。我而家鄭重承諾，如果你幫我哋重開政府，嗰啲墨西哥帽表情包就會停止。呢場辯論對曼斯嘅政治前途可能更重要。爭議唔只係開燈與否，仲可能重塑保守派長期嘅正統理念。白宮已經對民主黨表明，願意就醫保保費談判，但前提係政府要先重開。威斯康星州共和黨參議員羅恩·約翰遜對國家評論表示，佢擔心共和黨會繼續民主黨延長醫保補貼嘅做法。佢話，好似我咁嘅人喺呢場戰鬥中嚴重寡不敵眾。當被問到長期以廢除奧巴馬醫保為口號嘅共和黨會唔會真係延長補貼時，曼斯對 Il Clear Politics 講，政府希望確保公民有醫療保障，並願意討論。但佢補充強調，我認為必須將醫療政策討論同政府停擺問題分開。目前，曼斯已經成為停擺議題嘅核心人物，民主黨亦睇得好清楚，包括加州州長加文紐森，佢可能會喺2028年總統大選中成為曼斯對手。紐森喺網上發佈咗一段深度偽造嘅視頻，將曼斯 PS 成烏柏盧柏。Oompa Loompa。今次參議院投票咧，有3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反水，同共和黨一齊投，但係有一個共和黨嘅議員反水，同民主黨一樣投。呢、這個參議員咧就係 Kentucky 嘅共和黨籍嘅參議員 Rand Paul。Rand Paul 咧，佢同民主黨一樣投票，但係佢個理念就好唔相同嘅。佢話民主共和兩黨，民主黨要加到3萬億，共和黨加2萬億。我使錢太多，乜邊個都唔加，邊個都唔同意。所以佢咧就喺 Fox News 嘅嗰個財經頻道咧就解釋咗佢嘅立場啊。我哋睇下佢點樣講嘅。呢個係 Rand Paul 嘅選擇，先生參議員，不如你翻嚟我哋節目，好開心見到你。你話咧，民主黨想多加
3萬億美元債務，共和黨就想多加2萬億美元債務，你兩邊都唔支持嘅。咁你講下你想點？其實我覺得我哋應該減少咗債務，我覺得我哋應該少啲開支。我認為政府應該好似每個美國家庭咁，只用入咗嘅錢去使。我每年都提出一個替代方案，已經連續幾年嚟做，叫做1分錢嘅計劃，即係所有項目都微微咁減少少，佢其實5年內就可以達到收支平衡。但係美國人要知道，債務問題其實係兩黨都有份嘅問題。而家嘅開支水平呢，諷刺嘅係，雖然會有2萬億美元新債，但係其實同拜登時期嘅開支水平一樣。所以舊年12月呢，參議院所有嘅民主黨人都投咗贊成票。佢哋而家反對嘅，其實就係之前自己都投過贊成票嚟嘅。我覺得大家都未真正意識到呢個諷刺位，就係佢哋而家反對緊自己以前支持過嚟嘅。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好咗一面先？有可能咧，特朗普總統喺政府停擺期間會有多啲權力，可以更容易咁削減聯邦官僚體系，咁樣都算係咁好一面啦，係咪？我完全支持，佢哋可以做幾多就做幾多。我都好想見到佢哋再削減多啲部門，同埋再削減多啲聯邦政府嘅龐大開支。我哋真係要令政府規模縮細嘅。有趣嘅係，民主黨人對呢啲嘅大聲反對，但係法院同最高法院大致上都支持總統有權嘅行政部門請人同炒人。所以民主黨嚟做呢，其實係自招麻煩。佢哋可以繼續封鎖，但只要國會唔做嘅，所有嘢都隨時會被斬。參議員，我哋有份新審計報告，發現咧拜登嘅政敵被列入 TSA 監察名單，包括 Tulsi Gabbard。唔該晒，你睇下呢段片。佢要接受好多侵入式搜查，仲有炸彈同臭探犬檢查。每次搭飛機都有3個聯邦空警跟住佢。為咗報導呢件事，我聯絡咗 TSA。佢哋話我哋唔可以講 Gabbard 女士有冇喺個計劃入邊，但係如果佢真係有，都唔好下定論，因為我哋連無辜嘅人都會咁做。政府每年花2億美金，日追蹤多達50個人，但呢個計劃歷史上從來未曾捉過一個人，亦都冇阻止過任何恐怖襲擊。參議員呢，你揭露咗有3位現任國會議員呢被標記，仲有20幾個美國人因為唔肯戴口罩而被視為威脅。政府到底想搞咩？我哋嘅調查發現嘅一啲真係令人驚恐嘅情況，佢哋甚至調查咗一位空中警察嘅老婆，話佢係1月6號去過國會大廈，但其實1月6號嗰日佢只係喺華盛頓白宮去聽總統演講慶祝，佢根本冇去過國會大廈。但係3年嘅佢都俾人騷擾，無論喺去邊都會俾人特別對待，搜身搜得特別嚴，而且佢老公仲係高級空中警察。我意思就係呢啲真係離譜。佢哋仲針對咗3位國會議員，佢哋仲針對佢嘅人，只係因為佢哋夠膽講，覺得喺飛機上戴口罩嘅健康好處。佢哋針對呢啲人，將佢哋放上禁飛名單，基本上當佢哋係恐怖分子嘅對待。咁所以呢啲事真係要停。好彩特朗普政府已經終止咗 Quiet Skies 計劃，但係仲有幾個相關嘅計劃，我哋都想佢哋檢視下。我哋想確保佢哋真係針對恐怖分子，而唔係過度監控同干預美國公民。呢太不可思議啦！唔係，我嘅意思就係你被列入監視名單係因為你認為喺 Covid 期間戴口罩對健康冇太多好處，呢個真係非同尋常嘅事情。但你揭露咗佢，先生難得保羅。好高興你能夠參加我哋嘅節目，盡快再嚟拜訪我哋啦！多謝你先生，多謝。係嘅。下邊睇下，除咗政府閂門之外嘅其他新聞啦。阿 Trump 政府啱啱推出咗一個文件，叫做高等教育學術卓越協議。咁呢個協議咧就係要大學啊喺招生聘用中咧就唔准去考慮種族同性別嘅嗰啲因素，同時咧大學學費太貴，要5年凍結學費，要限制國際學生比例。好似Columbia 啦，即係22,000美國學生，3萬幾外國學生嘛。但係要限制呢個比例咯，同時咧就要即係壓制呢個所謂叫做成績膨脹啊、成績通脹啊。點解咧？因為以前咧我自己做大學老師嗰時咧都係有比例噶嘛，你15%嘅 A 咁啊，跟住 B 嘅 C 啊，而家整到80%、90%都係 A 喎，咁所以就即係呢個要改啊。
而且咧佢就要營造一個環境，對保守派對言論自由咧就更加友善。咁佢唔係話個個都可以簽噶，有9個學校就包括好 MIT 啊、UVA 啊嗰啲UPenn 啦，Trump 自己學校啦嚇，就9個學校咧就獲得邀請就嚟要簽署呢個協議啦。咁我知道 Brown 已經簽咗啦。咁呢個協議之後咧，佢即係簽咗協議就可以換取聯邦嘅撥款，同埋喺政策上咧對你有啲優先。咁白宮話咧呢個係推動高等教育質量同透明度嘅一個做法嚟嘅。咁梗係民主黨啲人梗係反對啦，學術界啲人亦都係反對啦。但係你如果呢個做到咧，就會重塑美國高等教育嘅格局啦。我哋睇下《華爾街日報》嘅報導。川普政府正喺制定一套運作原則，要求大學同意簽署，以換取喺聯邦資金上嘅優先待遇。呢份被稱為高等教育學術卓越協議嘅10點備忘錄涵蓋範圍廣泛，提出一系列條款。白宮話呢啲措施係為提升大學標準同表現。根據致大學領導嘅一封信，簽署協議嘅學校將獲得多項積極好處，包括大量且有意義嘅聯邦撥款。白宮特別項目高級顧問梅爾曼 May Mailman 表示，我哋希望好多學校會覺得呢份協議非常合理。備忘錄要求各校禁止喺招生同聘用中使用種族或性別因素，學費凍結5年，本科國際學生比例上限定為 15%， 要求申請人必須參加 SAT 或類似考試，並且要壓抑成績膨脹。文件嘅好大部分集中喺校園政治氛圍。協議要求大學確保校園內有充滿活力嘅思想市場，禁止員工以學校名義發表政治立場，除非涉及校務。協議仲要求營造對保守派更友善嘅環境，要求大學進行治理改革，撤銷嗰啲刻意懲罰、貶低甚至煽動針對保守思想暴力嘅院系。文件指出，如果大學選擇放棄，可以自由發展其他模式同價值觀，但就唔會享有聯邦優惠。代表超過1500所大學校長嘅美國高等教育協會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主席泰德米切爾 Ted Mitchell 對協議表示擔憂，特別係其中有關政治表達嘅部分。佢話：邊個去決定學術環境係咪真正開放？呢唔係聯邦政府應該插手同裁定嘅事，對言論自由嘅影響令人恐懼。白宮喺星期3晚向9間大學發出邀請，要求簽署協議。呢啲學校包括范德堡大學、達特茅斯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南加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亞利桑那大學、布朗大學同維吉尼亞大學。白宮喺信中表示，簽署協議將向學生、家長同資助人表明學習同平等係大學嘅優先事項，並且能俾聯邦政府確信呢啲學校會遵守民權法，同時積極推進聯邦優先目標。梅爾曼喺訪問中話，目標係推動大學帶頭處理一啲唔係難嘅決定，但單獨去做卻好難嘅問題，例如抑制學費上漲。佢一直主導白宮打擊校園反猶主義同多元化計劃嘅工作。梅爾曼表示，白宮之所以揀呢啲學校，係因為相信佢哋已經係或者有潛力成為好榜樣。佢話，佢哋有改革型嘅校長，或者董事會已經表明承諾提供更高質素嘅教育。佢又話，川普政府唔打算只限簽署協議嘅學校享有聯邦資金，但呢啲學校將喺獲得撥款、受邀參加白宮活動同官員會談方面優先考慮。協議出爐之際，川普政府已經同高校喺反猶太主義同多元化問題上角力咗數月。一啲學校，如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已同政府達成數百萬美元和解，而包括哈佛在內嘅其他學校仍然同政府對立。文件規定，如果大學簽署協議後違反條款，必須歸還當年獲得嘅所有聯邦資金以及私人捐款。除咗政治之外，協議仲着眼於控制大學成本。
文件要求學校凍結5年學費，盡量減少行政開支，公佈各專業畢業後嘅收入情況，並退還首學期退學學生嘅學費。對於人均捐贈基金達到200萬美元嘅學校，協議要求其對修讀硬科學專業嘅學生免除學費。簽署協議嘅學校仲必須自我監督，聘請獨立審計員，對教職員同學生進行匿名調查，評估學校履行協議嘅情況。調查結果將公開，並由司法部審查。喺即係講翻20年以前啦，嚇美國啲當時美國啲研究就話咧，想變性啊跨性別啲人咧係10萬分之一嘅啫。而家整到越嚟越多。我琴日喺街度見到兩個，一睇係女嘅，一聽把聲就係男嘅，即係仲係一睇認真睇咧，認得出有喉核噶嘛。咁啊就係如果即係咁就即係美國呢個聯邦貿易委員會啊，今次就介入就話要跨性別呢啲人咧出嚟講下佢哋自己係點樣自己個人經歷啊，佢要向公眾就徵集呢個相關同跨性別手續有關嘅醫療程序咧受害啲案例。咁有個女性，即係佢原來係女嘅，佢轉咗係男嘅，後尾咧即係10幾歲嗰時靚妹啊轉咗係男嘅，後尾啊唔得又轉翻係女嘅。佢就講述咗自己後生嗰時咧，即係細個嗰時啊，點樣俾啲醫生咧就佢，以虛假嘅承諾咧引入咗即係對佢用激素啊做手術啊，咁啊留下咗真係好嚴重嘅身體同精神創傷啦。佢話咧呢個真係醫療體系啲欺騙嚟㗎，重要嘅咧係背後啲利潤好高。所以我哋睇下 Fox News 一篇文章，專門講呢個案例。今個夏天，我同幾位同樣經歷過逆轉嘅人一齊向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講述咗醫療體系點樣喺我哋仲係細路嗰陣時我哋。我哋被人話，只要服用佢哋開嘅阻斷青春期發育藥物同異性荷爾蒙，並且接受切除健康身體器官嘅手術，我哋就可以變成異性嘅一員。嗰係大話，冇人能夠真正改變性別。我哋嘅父母被話，如果唔同意呢啲醫療同手術方案，我哋就會自殺，嗰都係大話。雖然有啲活動人士聲稱相反，但並冇證據顯示跨性別認同者如果冇被確認身份就會自殺。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嘅職責係打擊貿易入面嘅唔公平同欺騙性行為，而我喺醫療體系度經歷嘅事情，幾乎就係最唔公平同最具欺騙性嘅。在聽到似我咁嘅故事之後，該機構正喺向因性別確認治療而受到傷害嘅人徵求意見。我呼籲所有因呢種意識形態而受到負面影響嘅美國人同我一齊，向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講述佢哋嘅故事。我先講下自己嘅經歷。喺醫生俾我進行嗰啲所謂治療之後，更準確嚟講係干擾我哋身體自然過程嘅行為，我被留低咗一長串唔應該由任何女性去承受嘅健康問題。我淨係得17歲嗰陣，醫生就俾我食睾酮，而呢種荷爾蒙根本唔適合女性身體以咁高劑量使用。結果呢種荷爾蒙破壞咗我健康嘅內分泌系統，即使多年後我已經停藥，損傷依然存在。我而家患有陰道萎縮、性功能障礙、慢性痛症以及聲帶受損，已經冇辦法再唱歌。此外，睾酮仲阻止咗我青春期身體嘅正常發育，令我嘅胯骨比正常情況細窄，導致懷孕過程極度痛苦。因為醫生對我健康身體嘅干預，我被迫要用剖腹產生仔，因為順產已經變得唔可能。醫療體系仲覺得切掉我健康嘅乳房係合理嘅，但我後來先知嗰係一場失敗嘅手術。喺幫我做雙乳切除嘅時候，外科醫生割走咗我嘅乳頭，將佢哋切碎再重新塑形為所謂更男性化嘅樣子，然後再縫喺錯誤嘅位置。呢個外科醫生唔單止剝奪咗我哺乳嘅權利，喺我剖腹產恢復時，我本應該用嚟餵養仔仔嘅奶水被困喺胸腔內，引發咗強烈痛楚。所有呢一切都發生喺醫生明知我精神疾病纏身嘅情況下。當時我好可能患有邊緣性人格障礙，而且喺童年嗰陣就已經被診斷出厭食症、強迫症、
自殺意念同抑鬱症，認為透過不可逆嘅化學同手術改變能夠令我好返。呢種諗法本身就荒謬，但卻得到咗醫療體系大力支持，因為佢哋有自己嘅動機。事實上，除咗意識形態之外，佢哋仲有經濟動機。喺我嘅餘生入面，我會被迫繼續俾錢俾嗰個曾經傷害過我嘅醫療體系，以應付佢哋所謂治療帶嚟嘅副作用。而對於嗰啲醫生同外科醫生嚟講，我嘅個案意味住雙重獲利，先向病人收取荷爾蒙同手術費用，然後再向病人收取處理呢啲荷爾蒙同手術所造成傷害嘅治療費用。呢個本質上就係性別產業嘅商業模式，一邊為醫院同製藥公司源源不絕咁賺錢，一邊破壞我哋嘅身體。呢個絕對唔可以繼續落去。雖然我同其他逆轉者可能要依賴住呢個曾經俾我哋造成巨大傷害嘅體系，但其他人唔應該再經歷同樣嘅痛苦。值得慶幸嘅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正喺為我哋以及所有可能好似我一樣被醫療產業困住嘅美國人挺身而出。當醫生將呢種摧殘稱作關懷嘅時候，嗰就係欺騙，而佢哋唔應該可以逍遙法外。最後睇一條國際新聞，以色列嘅海軍喺加沙海岸之外咧，數十英里啊，攔截咗一個船隊，呢個船隊叫做全球堅忍，咁攔截咗個大部分船隻啦，就拘留咗幾十名活動人士，同埋其中包括啲歐洲嘅議員，仲係有一個咧就係瑞典呢個所謂氣候活動家 Greta Thunberg。呢個 Greta Thunberg 而家20零歲出頭，係靚妹嚟噶嘛，咁啊14歲嗰時因為做咗個話好激動啊，真係即係一睇有啲精神有問題嗰啲咁嘅演講咧，哇俾啲左派捧話佢係環保少女啊，如何，咁之後佢就冇做正經事情啦，咁啊淨係去支持呢度反對呢度，咁啊遊行示威成咗佢嘅專業啦。咁今次咧佢參加就唔係氣候喎，就要去運送一啲咩人道援助去加沙，但係人哋打緊仗啊嘛，所以以色列海軍咧就截住咗，就將啲船就帶咗去一個港口啦。咁而家有啲國家就話呢個係違反國際法啊咁樣。不過呢個係18年以嚟咧規模最大嘅一次，即係嘗試突破以色列對加沙嘅海上封鎖嘅一個努力啦。我哋下邊睇下 CBS 嘅報導。以色列海軍喺星期四攔截並登上咗一支試圖突破加沙封鎖嘅船隊大部分船隻，拘留咗數十名活動人士同幾名歐洲議員，引起全球譴責。全球堅忍 Global Summit 船隊嘅組織者表示，其中一艘船喺星期四朝早接近加沙海岸時失去聯絡。佢哋話，船隊嘅39艘船被以色列行動攔截，或者推測已經被攔截，因為同船上人員失去聯繫。以色列外交部就話，包括瑞典氣候運動人士格雷塔·桑伯格 （Greta Thunberg） 在內嘅船上人員安全，正被轉送去以色列。外交部喺社交媒體上表示，船員哋正安全和平咁前往以色列，喺嗰度佢哋嘅遣返程序將會開始。乘客哋安全並且健康。呢支由接近50艘船同500名活動人士組成嘅船隊，試圖象徵性咁向加沙運送人道援助。成員包括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嘅孫仔曼德拉、西班牙前巴塞隆拿市長科盧，以及幾名歐洲議員。佢哋表示無懼攔截，堅持要完成使命。船上嘅美國退伍軍人斯托克爾稱，星期四清晨大約有10幾艘關閉應答器嘅以色列軍艦靠近，警告佢哋要熄引擎，否則會被扣押。社交媒體影片顯示，以色列方面仲用水炮攻擊部分船隻。意大利外長塔亞尼表示，船隻將被拖去亞雜道德港，數日內遣返。此前船隊喺突尼斯、希臘附近航行時曾遭無人機襲擊，引發火災。突尼斯方面證實正進行調查。土耳其外交部譴責以色列嘅攔截係恐怖主義行為。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威脅驅逐以色列外交官並終止自貿協定。馬來西亞總理安華表示，以色列拘留咗8名馬來西亞人，批評佢哋蔑視世界良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強調，船隊係人道使命，如果以色列允許援助進入，本來唔需要咁做。佢話西班牙參與者將獲得外交保護。
英國、南非等國亦有表態譴責。呢支船隊1個月前由巴塞隆拿出發，喺18年嚟最大規模試圖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鎖嘅行動。以色列指控部分人員同哈馬斯有關，但未提供證據。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國家喺領海外12海里之外一般冇權攔截船隻，除非喺武裝衝突中。以色列學者認為，只要封鎖具備軍事正當性，就可以攔截。但船隊強調自己係非武裝平民，國際法保障人道援助嘅通行權。巴黎政治學院教授沙茨表示，即使封鎖被視為合法，國際法亦保障由公海到加沙嘅人道通道。佢補充話，以色列可以登船檢查貨物，但阻止援助進入係違反國際人道原則。以上就係今日閱讀天下節目嘅全部內容。我哋嘅頻道咧，前幾日2日出咗問題，因為油管嗰邊出咗技術上嘅故障啊。咁希望今日可以恢復到啦。如果恢復唔到咧，我哋繼續喺我哋國語呢個頻道度播我哋粵語嘅內容。咁恢復完之後咧，因為我哋同油管一路喺度溝通，嘥咗好多時間。咁佢哋話得㗎啦，馬上就得㗎啦。咁最遲咧，佢哋俾我哋最遲嘅期限係今日晏晝，所以我希望呢個視頻咧可以喺閱讀天下個頻道睇到。咁總之好多謝大家嘅支持。聽日我哋再見。